救国团办的自行车骑自由车的比赛哈。水溪的堤防道路啊，可能都是骑那个堤防道路，骑那个堤防的集水溪堤防的道路上，车子比较少。哦，救国团举办的自由车、自行车比赛活动，经过那个铁线桥就可以看到集水溪的堤防道路，新年那边。